宜兰东山嘅珍珠沙溪，10多年前发展沙溪特色，用干做嘅手工艺品来做主题。3年前，2位台北的后生设计师齐景田、邵玉明来到沙溪，同上面工艺加入白设计嘅概念，发展出有艺术价值、乡村文化又实用嘅作品。先前还去到德国参展，今日咧也会去英国展出。本国际看到无穷样嘅台湾菜地乡村文化。特别的是，也2位设计师同沙溪发展协会唔系设计师同负责作为师傅嘅关系，系相互讨论、沟通、相互学习成长嘅好朋友。有啊，每个都会有结。无加啦，加有一个干，毋是，无伊走的。无啊，伊就地着呀。无，啊，伊袂溜落啊。袂，这就是一个绳结法。嘿啊，是厉害在这里。3年来，2届台北嘅后生设计师齐景田同邵玉明，那有閒就會來宜蘭東山嘅珍珠社區，同發展協會嘅阿姨討論設計想法同工作進度。没有啊，就是说绑到第4个感觉来的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我这里都还松松的，绑到这个，我就跟妍婷讲说，妍婷，我觉得我变厉害了。不会啦，这个椅子做出来，说不定有另外一种趣味。希望最好是。同發展協會入邊，齊景田同邵玉明簽署無設計師嘅身份，國家無產品進出驗收嘅嚴肅氣氛，係阿姨嘅好朋友。换你来绑绑看，你就知道。好，你就知道你那个你按电脑的手跟那个摸这个。无共款，我包无一支就废去啊。啊？我会转换模式，打小孩的手。他会用他那个妈妈的手温柔的对待他，这样。然后我这个绑完之后，我告诉你讲，第一个作用不是拿来做椅子，先拿来捶背或打小孩。建築碩士係到3年前宜蘭嘅一場發通。2個後生嘅設計師看到傳統工藝嘅純真同美感，佢聽到有限嘅時間行入珍珠社區，進行一場設計同傳統相互溝通嘅實驗。我很欣賞是他們在長明這個工藝上的一個特色。那這些工藝其實是發展在他們日常生活的習慣裡面，比如說做一把稻草的掃把，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些他們原本就存在的魅力再度發酵出來。讓他們原本的生活文化特色的一些工藝手感的一些價值，能夠發展到具有藝術價值跟經濟價值的東西，傳達給另外一種文化的人。你這一批的呢哦，大家上膠。這是讓你坐落去你的豐收的椅啊。宜蘭東山珍珠社區發展協會2002年成立。禾稈工藝以此嚟建構發展主題，電管地板對禾稈、打鋼索對相關嘅手工藝品，充分展現當地嘅生活形態。我們這個村子大概320公頃的土地面積，有大概一半有156公頃，就是通通都是在種水稻。那當初因為在找就是社造初期的時候，然後那時候就想說有沒有什麼東西是社區在地的元素能夠。就是永續去發展的。這幾年就是其實稻草都不是被焚燒掉，不然就是被打碎，就跟到土裡面去。然後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把這些就是做一個文化的一個傳承。傳統文化完全加入新嘅元素，聽得到時代係一個大難題。珍珠社區發展協會當成員，有2個後生嘅設計師看到傳統嘅價值同設計嘅理念帶入來，本地片嘅作品同思維，使得有新嘅面貌同視野。我們以前做作品，我們就很單純，就是稻草就是稻草。可是跟他們就是他們的介入之後，就是我覺得我們會試着去把稻草這樣子的一個元素，去跟其他的一個材質去做一個結合，然後就是把做的作品就盡量朝日常生活的方式去走。那這樣子的時候，我是覺得說，畢竟就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強調生活美學，我是覺得說這樣子正好跟這個方向有契合到。呢張按做豐收日，就係見合作前驕傲嘅作品。做法係先將一隻禾稈用鐵絲一片一片嘅牽線，
前5节，你系用来做洗电脚，15扎塌向下，围起来就会电个主体。乃电贴系用快用手机做界，地包有高，呈现天然环保、乡村文化，同时用理念界设计意涵。比如你用在地的材质，你去发想出来的作品，其实它本身它就已经没有办法排除它的在地性嘛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们把板凳，就是这种，可能我们就是农业时期的，我们吃饭就一样是坐在板凳上面的这个感觉。那板凳圆圆的、小小的，你很容易可以把它围成一圈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天。所以就是用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元素，让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我们的米食文化啦，然后我们那种就是乡村这种大家情感交流的那个想法。冯秀仪之前还同其他作品，向下送到德国展出，今日还将送去英国参加展览。台湾乡村界菜体文化也是在航向国际设计舞台。那时候要去德国展之前，他们就是策展人，他们有来台湾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他看到了这系列的作品，他其实第一眼看到他就非常的喜欢。那加上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农村的一些照片，其实对他们来讲，这个东西是最令他们着迷的吧，因为你在国际上你去看到的台湾，可能看不到这一面。你的这个亮点慢慢被看到，甚至被带到国际上去了。可是，在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我们现在乡下爱，根本这好像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可是实际上它就正在发生啊！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好事，就是这是一个互相，就是大家互相帮忙，然后让一个台湾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农业的东西，然后能够有它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发挥的亮点。3年来，设计师同发展协会对商品都熟识，进一步变做像先生又像朋友的关系。经过展现到作品上，对发展协会来讲，更加创造面向更加提升。设计师也是在对胡同当中吸收无穷款的养分。原本可能他因为受技术限制，受新科技的限制，他无法去接触或无法去了解，然后透过我们的方式，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到他们身上，让他们做的东西能够具有在地魅力，让这些常民的东西的文化价值跑到最前面。讨论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不是单向的，好像设计师觉得怎么样好，而是就像有时候我们在讨论，他们会觉得。在这个过程，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又更好，就是大家是互相在这边进步。比如说，我需要办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可能我需要一点创意的时候，我就会脸皮很厚，就打电话去求助。那基本上这些年轻设计师，我讲真的，我觉得还蛮幸运，就是遇到他们，就是说其实他们不会觉得说可能没有很多的回馈好给他们，可是他们会就是也许他们觉得提供点子对我们有益处，那他会很不吝惜做这一块。设计师同发展协会嘅合作，到珍珠社纪录片试验当成功，也为继续落去。新思维同传统相互结合嘅考试同火花，还会有更加多本人想唔到嘅作品出现。